好多時候，大家去眼鏡鋪可能只係想解決一個需要配眼鏡嘅問題。你可能已經習慣咗揀完款、驗完度數咧，就帶住副新眼鏡出門口啦，而忽略咗一副眼鏡背後蘊含住幾多專業學問同埋客人之間嘅聯繫。今日就帶大家去香港其中一間眼鏡鋪認識一下。其實除咗賣眼鏡之外，香港眼鏡鋪仲有啲咩有溫度又專業嘅服務可以帶俾你哋啊？Hello， 咪你好。你好，我想請問你咧喺門市做咗幾耐啦？由成為註冊視光師開始執業到而家，都超過咗35年啦。35年啦，咁一做視光師就做門市咯喎。係，咁見好多客人嘅咯都應該係㗎。喎。咁有咩 tips 俾我咧？有咩辦法揀到一副最啱我眼鏡？係咪靚仔有型就得咧？其實冇最好嘅眼鏡嘅，只有最適合。當我哋為顧客選擇眼鏡嘅時候，我哋會考慮到每個人嘅面型啦、度數啦、尺寸啦同埋風格咁樣。因為每個人嘅面型咧，當下嘅視力問題、眼睛嘅狀況都係好獨特嘅，所以一開始嘅時候，我哋會為客人進行詳盡嘅視力檢測同埋專業嘅眼睛健康分析，了解客人嘅用眼嘅習慣同埋個人喜好，再提供建議，幫佢選擇一副適合佢自己嘅眼鏡同埋鏡片。我試過啦，有陣時趕時間咧，就咁用個舊度數就係配新眼鏡啦。咁我攞一副新眼鏡翻之後戴咧，覺得好唔舒服，睇嘢又唔舒服。其實買眼鏡配眼鏡係咪有陣時除咗度數之外，仲有其他嘢要注意嘅咧？定期驗眼係好重要㗎，度數會因應眼球嘅情況而有所改變。就算度數冇變啊，亦都需要視光師因應不同嘅鏡框去量度翻個瞳高、鏡彎啊等數據啊，去制定嘅鏡片，然後校翻好個眼鏡架，咁先戴得舒服嘅。因為佩戴眼鏡嘅位置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如果位置唔啱咧，除咗影響到外觀之外，佩戴唔舒服，好多時仲會影響到視力添。尤其是一啲特殊設計嘅鏡片，例如漸進鏡片，好多唔舒服嘅問題都係因為位置不當而造成嘅。如果首次佩戴漸進鏡片嘅客人，我哋亦會先教佢點樣使用呢個眼鏡，用咩角度去睇，先至覺得清晰。所以真係冇得懶嘅喎，就咁拎個度數去配眼鏡咧，就會錯失咗呢啲專業嘅服務㗎啦。配眼鏡過程入邊嘅專業技巧，以及售後幫你調校等服務咧，都好影響你嘅眼鏡戴得舒唔舒服嘅。嗱，呢啲專業水準同埋服務真係香港個眼鏡鋪先揾得到。有時我慣咗一隻手戴眼鏡除眼鏡，有陣時咧直情會戴住佢瞓咗覺啦，咁搞到副眼鏡會歪歪地，睇嘢咧好唔舒服，真係全日都會影響我狀態㗎。咁我就會即刻攞翻去咧附近相熟嘅眼鏡鋪度校翻。呢個就係我點解中意喺屋企附近嘅眼鏡鋪咧配眼鏡嘅原因啦。有咩問題咧？好多時候即刻就幫我解決啊嘛。所以我哋都好歡迎客人有問題隨時過嚟揾我哋幫手。好多街坊都係咁樣，得閒過嚟傾下偈啊，閒話家常啊，教下眼鏡啊，慢慢仲做埋朋友添。好多街坊都係由細配到大㗎，甚至生埋小朋友啊，都會帶埋小朋友嚟配眼鏡，可謂代代相傳啊！咁大家咁熟，有咩衷心嘅建議俾我哋先？有啲身體潛在嘅病咧，都係需要經由專業嘅人士啊，用儀器啊去檢查，所以我哋都會建議每位客人每年都去做一次全面嘅眼部健康檢查㗎。而一般情況下咧，眼疾嘅初期咧係唔會咁容易察覺到嘅，眼蒙啊、眼痛啊、眼球痛呢類嘅症狀咧係好容易被人哋忽視嘅。一旦錯過咗最佳嘅治療期，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嘅。特別係40歲以上嘅成年人，患上白內障啊、青光眼啊、黃斑點病變啊，同埋視網膜退化呢類眼疾嘅風險咧係比較高嘅。所以眼睛嘅內部健康咧係比眼嘅度數咧係更為重要嘅。哦，唔該晒咪。喺呢個探索旅程咧，令我體會到眼鏡鋪唔止係一間商鋪，原來亦都係好多街坊嘅聚腳點，亦都俾我見識到視光師嘅專業。而一副眼鏡入邊反映嘅唔止係自己嘅個人健康，仲承載住視光師同客人之間嘅情感連結。最值得敬佩嘅係佢哋一直抱住服務嘅初心，用心去了解客人嘅眼睛狀況，提供最適合嘅建議，一切始於心，終於心。
終於都意會到點解香港人咁中意留喺香港配眼鏡。除咗夠晒專業之外，仲有嘅就係本土嘅溫情。